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巨鯨交易。今日係2026年1月12號，同大家更新翻呢黃金同埋白銀走勢。咁啊，對上一次嘅直播呢，同大家講啦，呢個四浪嘅支持點，懷疑最低點呢，大概都要見咗噶啦。咁啊，波浪嘅底部呢，不能夠跌穿，一定要做翻個 high 同埋 high low 嘅。咁之前同大家講嘅4274係一個四浪懷疑嘅支持點。四浪得幾個行法嘅啫，一係佢就做多個 ending 打緊龍，一係咧佢就行埋推動浪咁樣上去。咁短線咧只能夠同你講得兩個方法嘅啫。咁今日咧黃金咧已經衝咗上去㗎啦，成組浪咧就變成一個嘅A B C 啊，sorry 應該擺呢度先 A B C 係咪 A B C 懷疑做咗個一浪嘅一浪啦，二浪調整。三四五浪咧就應該會繼續上埋去㗎啦。咁而家咧佢呢個三浪入邊咧，我唔知道佢會點樣行嘅。但係咧，基於目前嘅浪形嘅走法咧，如果佢真係跟翻三推浪咁樣上去嘅話咧，每組細浪咧都真係要遵循翻波浪理論嘅結構。咩意思？即係話，如果個指嘅一浪係做 A、B、C 咧，三浪都要做 A、B、C。換句説話嚟講，如果黃金真係要推上去嘅話咧，一二三四五浪呢度咧會 form 多個一浪A 浪嘅結構嘅，打多次嚟做個 B 浪，再做多個 C 浪。咁然之後咧，佢會喺呢一個大浪入邊咧形成咗一個大規模嘅三浪，即係話成組浪嘅結構會變成一個 A、B、C、A、B、C、A、B、C 咁樣推上去。A、B、C 做咗個一浪回調，A、B、C 做咗個三浪再回調。最尾咧 A、B、C 咧會打埋多一次上去，做埋四浪去五浪入邊嘅結構嘅。咁浪形嚟講咧就會咁樣去到推斷啦。咁如果真係要就咁好短線咁純粹推一推佢一個五浪嘅目標嘅話咧，咁之前有講過㗎啦，用一個上一級別嘅細嘅指三浪咧，推翻成個細嘅指五浪去到睇嘅，可以係啦。咁我哋首先咧計一計啦，咁你可以見到大概會去到4600至到4700蚊呢一個鬆啦。咁如果再縮細啲咧，再做翻一個比較大級別嘅浪形，去到推成個浪嘅目標㗎啦。咁我哋就要用翻2025年10月20號呢個頂部啊，大概初步計一計咧，佢最終嘅目標價咧就有機會會推到去4700蚊。咁兩個方法嚟講咧，短線咧都會吻合嘅，係啦，大三浪啦。像細三浪推咧，大概啲區間咧都係指明最少要升到4700蚊。咁啊，都係同一個方法啦，同一個 formula，即係話，如果佢嗰個大浪咧成立咗嘅話咧，咁啊，我哋就要繼續順推佢嗰個五浪嘅目標價。咩意思？即係話係咪真係4700蚊見咗頂？唔一定。除非佢真係有啲比較明確嘅陰陽燭轉晒信號啦。咁如果短線嚟講咧，我哋會先假定係4700，到時咧就會睇下有冇機會升到5000、5400呢啲位置啦。好，咁繼續跟進翻咧白銀嘅走勢啦。咁啊，成組大浪咧同黃金嘅浪形咧幾乎係一模一樣咁樣睇噶啦。A、B、C 做咗個一浪啦。A、B、C 做咗個二浪，咁呢度咧你都好明顯見到一個推動浪嘅形態咁樣上去啦。咁如果同一個 formula 咧，按照翻套用喺銀嗰度嘅話咧，咁呢度咧我都係 expect 佢打多個 A、B、C 上去嘅。咁啊，結構上面嚟講咧冇乜大分別㗎啦。A、B、C 一浪回調 A、B、C 二浪 A、B、C 打多個三浪上去，再等佢做翻個 A、B、C 浪回調。然之後 A、B、C 浪上埋去做翻個五浪嘅結構，咁有冇可能行第二個方法？有，係啦，咁啊有一個比較 bullish 嘅數法咧，咁啊而家呢度咧先同大家簡單講一講先，就係咧佢呢度咧有機會咧形成一個嘅leading diagonal 嘅一浪嘅，係啦，咁呢個咧就會變成一個再更加強勁嘅信號。咩意思？即係話其實佢呢度咧有可能係 1、2、3、4、5。到時候咧呢度咧仲會 form 多個子嘅一浪咧，再向上推。咁呢個浪形嘅結構咧，之後會再同大家跟進。咁而家咧短線嚟講咧，成組大浪咧都係冇變到噶啦。咩意思？即係話佢而家個三浪回四浪再推去五浪咧，短線已經成立啦。即係話三浪已經剔勾咗五浪嘅頂部。咁我哋咧再用簡單嘅推算五浪嘅目標價咧，或者推算佢呢一波嘅短線嘅升浪咧，就希望佢有機會上到87蚊呢個位置。如果佢真係行 leading 大 expanding 大嘅浪嘅話咧，咁就要留意upper trend line 咩意思？即係話一浪頂、三浪頂同埋五浪呢個頂咧，我希望佢係有機會掂到86蚊左右呢個位置嘅。咁到時候咧再睇下佢會行邊一個浪形噶啦。
好，今日嘅分享咧去到呢度，喺呢個群嗰度咧做翻一個少少嘅交流啦。咁咧我哋嘅會員咧就都係有一個唔錯嘅盈利啦。咁啊睇翻咧會員都做咗一啲比較短線嘅操作嘅。咁啊都唔差嘅盈利，係啦。咁有啲圖表咧就有啲會員咧就跟翻我嘅教學啦。咁啊佢哋自己就操作咗呢一個嘅2倍嘅黃金同埋白銀啊，咁利潤咧都相當之唔錯嘅，係啦。咁你要見到我哋嘅群啦，有啲會員啦都暫時浮盈就$2000，咁啊相當之唔錯嘅利潤。咁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加入我哋呢一個嘅 Vantage 教學群咧，咁啊歡迎喺下邊咧睇一睇個開戶連結啦。咁留意，如果開咗戶嘅朋友仔咧，記得開一個 Discord 群啊，咁啊到時喺群入邊咧私信我就可以噶啦。好，今日嘅分析咧去到呢度。